湘菜即係湖南菜，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可能係辣，不過辣並唔係湘菜嘅全部。真正嘅湘菜其實係包括辣而不烈、油而不膩、酥而不爛。簡單嚟講，香同辣缺一不可。上集我哋講過辣，今集我哋會用醃製方法帶出湘菜嘅鮮香、清香、濃香，而香嘅層次歸功於呢種味酸。湖南嘅飲食文化源遠流長，當中唔少少數民族，佢哋嘅傳統豐富咗中國嘅文化，獨特嘅飲食風俗令湘菜更加燦爛生花。酸呢個字放喺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哋會用佢嚟形容悲傷嘅感覺、凄涼嘅程度，將佢放諸於飲食範疇，酸成為咗挑戰味蕾嘅一道利劍。對湖南西南邊區嘅侗族嚟講，酸一方面代表離家萬里嘅心情，另一方面等同於家鄉菜嘅味道。於是酸呢種侗族人千百年嚟留低嘅古老習俗，好自然咁就成為咗湘菜菜式嘅代名詞。侗族大約佔湖南少數民族人口嘅14%，主要聚居喺湖南懷化同貴州、廣西嘅交界處。自古以嚟，因為受山區地理、氣候等等嘅因素影響，侗族習慣用飽肚而且唔消化嘅糯米做主糧，而酸性嘅食物有助消化，又可以儲存得比較耐，所以被侗族視為開飯必備。而呢種飲食習慣亦成為湘菜嘅一大特色。今日我哋同大家嚟到懷化通道縣一個古老嘅侗家村寨——芋頭侗寨，同平時一樣，天啱啱開始光，聽到有雞啼聲，村民就知道新嘅一日要開始啦。入咗冬，一大早，冷空氣帶嚟咗一股寒氣，不過細心咁聞一聞，冷空氣裏邊隱約有股蘿蔔成熟所散發嘅清香。夏天種嘅蘿蔔呢個時候已經變得又白又大，宮外先知道佢哋係過冬嘅最佳食材。每年農曆11月初1前後3日係侗族嘅吃冬節，同我哋廣東人做冬有啲似。佢哋過吃冬節會準備好醃魚、醃肉、各式酸菜、糍粑、雞鴨，宴請親友。咁大陣仗，唔怪得侗族人都有冬節大於年呢種講法。掹出嚟嘅蘿蔔黐咗唔少泥，宮外先習慣拎去屋企門口嘅溪水洗乾淨。下游洗衫，上游洗菜，洗完拎返屋企慢慢處理。宮外先同所有嘅村民一直遵守住芋頭寨嘅生活規則。清炒蘿蔔絲，加入少少醬椒，用少少辣意嚟突出蘿蔔嘅甘甜爽口。喺侗族聚居嘅地區，紅皮蘿蔔係蘿蔔中嘅上品，用佢嚟醃製成酸蘿蔔，放喺個菜埕度，得閒攞嚟食下，成為侗家人最中意嘅家常小食。既然咁受歡迎，每個婦女當然要學識點整。做法係先將色澤鮮豔嘅紅皮蘿蔔洗淨、切片，
放入用開嘅菜程度，除咗切片，仲可以成個攞嚟醃。現在就要吃的話，要吃少的話就把那個蘿蔔切成片。要是不要現在吃的話，就一個就放進那個壇裡面去。洗米水係醃製酸蘿蔔嘅關鍵。聽講由於洗米水帶有少少酸性，加鹽之後起到調養脾胃嘅作用。至於侗族人就用佢嚟當發酵劑咁用，被視為醃製酸蘿蔔嘅最佳拍檔。7日之後，喺菜程裏邊嘅酸蘿蔔係侗家人嘅開胃菜，亦係惹味嘅湘菜。侗族人嘅吃冬節離唔開酸，除咗酸蘿蔔，帶有濃郁醃酸味嘅鹹菜都係侗家人嘅最愛。而製作鹹菜嘅食材就係勁小醃大嘅芥菜。芥菜學名係大頭菜，相信唔少人食過。而喺懷化侗家人嘅菜園裏邊，更加經常見到佢哋嘅蹤影。同製作酸蘿蔔唔同，要帶出芥菜嘅鹹酸味，首先將菜洗乾淨，再逐一掛曬晾乾。晾曬大約半個月之後，大頭菜應該完全脫乾晒水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動工醃製芥菜，再放入菜程等佢發酵啦。時間嘅流逝將會見證大頭菜喺吃冬之日所出現嘅變化。作為用嚟製造酸味嘅醃製食材，越新鮮，做出嚟嘅口味會越純正。所以侗醃肉有一套規則，就係必須用新鮮嘅本地土產豬肉。而做醃魚就一定要用自己池塘養嘅2斤以上嘅鯉魚，否則點做都唔合格。至於室溫嘅魚同肉保鮮比較困難，為咗唔影響醃製效果，吳艷春要加快手腳。鹽係做醃魚醃肉最重要嘅調味料。侗族人唔會用普通嘅幼鹽，而係用大大粒嘅食鹽，侗家人稱之為鹽巴。將鹽均勻咁灑喺魚嘅表面，再用手反覆咁將鹽搽勻。咁做係幫助鹽分盡快滲入魚肉之中，亦可以防止肉質腐蝕。為咗揸緊時間做好呢個步驟，吳艷春揾咗妹妹幫手。喺侗族，幾乎每個婦女都識得做醃魚、醃肉，而且個個都係高手。想品嚐到醃魚醃肉嘅酸味，淨係靠食鹽係唔夠嘅，佢仲需要另外一種食材幫下手，佢就係香米螺。香米螺有糯米王之稱，所謂一家蒸飯，全寨飄香，呢個就係王者嘅風範。我哋冬天想食糯米飯，但係糯米對侗族嚟講幾時都咁重要。生活喺大山裏邊，離屋企咁遠，做嘅又係體力勞動嘅工作，令人需要一啲抵得餓又容易飽肚嘅食物。糯米含有豐富嘅脂肪同碳水化合物，成為農夫嘅不二之選。幾經演變，大家發現到糯米除咗可以做主糧，仲可以用嚟保存食物。而喺浸漬過程之中，糯米會產生乳酸菌，對食物帶少少酸，增進食慾，更易入口。
糯米成為凍加醃肉酸味嘅真正秘密，亦為湘菜帶嚟變化。酸味嘅秘密除咗糯米，仲有清甜嘅井水。下一節一齊嚟見證甜變成酸嘅過程啊！侗族做醃菜必須有糯米，佢哋會用大木桶嚟蒸糯米，裏邊墊一層曬乾咗嘅絲瓜纖維，唔使1個鐘，糯米就蒸熟啦。做醃菜都要講程序，今日呢桶糯米飯暫時唔會用嚟做醃魚，而係先處理醃肉。撒上鹽嘅本地土產豬肉，加埋熱騰騰嘅糯米飯，香味就出晒嚟。其實成件事冇用過咩特別嘅技巧，需要嘅只係新鮮嘅食材同原始嘅方法。但係醃魚醃肉嘅準備功夫，的確係咁簡單就夠啦。等半年以上嘅時間，就可以享用今日準備嘅美食啦。放學啦，蘇海月要行成10里山路，趕返去位於平坦鄉客中村嘅屋企。由侗寨噴出嚟嘅炊煙話俾佢知，吃冬節馬上就到，佢又有機會享受1年中最豐盛嘅菜肴。差唔多過咗半個月，宮外仙之前醃製嘅大頭菜喺農曆11月初1，即係吃冬節呢段時間，散發出酸味。酸菜炒肉係宮外仙嘅拿手好菜，先喺菜埕度攞醃好嘅大頭菜出嚟，切成條狀，同新鮮嘅肉炒埋一齊，加入辣椒調味，又酸又辣，非常開胃嘅酸菜炒肉大功告成，即刻可以上碟。住喺平坦鄉客中村嘅吳艷春，為吃冬節嘅午飯做最後準備。喺侗家人嘅角度，吃冬節餐飯有條魚代表吉祥。吳艷春當然希望人人都有個吉祥年，所以佢借一道侗家人最愛嘅家常菜酸水煮魚嚟表達呢個願望。吳艷春下廚幾10年，一早就知道村裏邊嗰個古井裏邊嘅水特別清甜，係做酸湯嘅關鍵。村裏邊代代相傳，話呢個井係康熙年間打造出嚟，已經有300幾年嘅歷史。村民都中意用呢個井嘅井水嚟煮飯。據講，甘甜嘅井水含有微量元素同礦物質，可以令酸菜特別出味。呢種講法為侗族嘅酸加添咗幾分神秘感。番茄落鑊，同井水一齊煮開，唔使好耐就聞到一陣酸味。將切好嘅魚放入煮緊嘅酸水之中，用細火燜。魚湯滾到差唔多乾水嗰陣，可以加返啲井水。
到第二次將近乾水又再加水，如此類推做3次。酸水嘅酸味就喺呢個過程之中逐漸滲入魚肉裏邊，酸味越嚟越濃，代表住象徵吉祥同祝福嘅酸水煮魚已經完成。好似吃冬節呢啲大場面，作為酸嘅重要來源，番茄絕對係好使好用。除咗可以做酸水煮魚，其他菜式都需要佢。做酸湯雞用嘅番茄，要喺吃冬節之前3日就開始準備。將番茄放入滾水度煮，煮到果皮外翻，咁先至攞翻上嚟去皮，就容易好多啦。去皮之後嘅番茄先切細，再放入木桶度中爛，直至佢變成番茄漿為止。咁當中嘅精華應該出晒嚟。呢個令番茄變得更酸嘅方法，係侗族人用經驗積累翻嚟嘅。3日之後，揀一隻老母雞，切件落鑊，用猛火炒佢5成熟，之後淋啲生水，經過發酵，酸性十足嘅番茄醬喺熱水之中同雞肉融合埋一齊，成為侗族出品嘅巧手湘菜。越近午飯嘅時間，酸香越濃郁，呢種味道提醒侗族人係時候返屋企食飯啦。喺黃都侗寨嘅寨口進行緊一場攔門酒嘅儀式，一班侗族姑娘拎住糯米酒歡迎遠道而來參加吃冬節嘅客人。呢個係侗族接待貴賓嘅傳統，爐聲、歌聲，仲有鑼鼓聲響徹黃都寨，過節氣氛非常高漲。侗族遇上節慶或者係有貴賓嚟，佢哋就會將飯台拍埋一齊，一字排開，好有陣勢。今日仲要係吃冬節，有成60幾人出席，場面更加熱鬧。至於宴客用嘅菜式，當然唔少得侗族人至愛嘅酸菜啦。喺侗家人嘅心目中，糯米飯最香，甜米酒最純，醃酸菜最美味，酒歌最好聽，大排筵席最開心。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酸到極致係一種風情。侗族人世世代代對於酸嘅忠誠同熱愛，令酸喺湘菜之中穩佔一席位。一般嘅湖南人未必好似侗族咁有種酸癮，但係佢哋都同意酸係美味同埋動人嘅。
山泉水、野山胡椒樹枝，加上海拔1200米嘅高寒氣候，做出一道又一道簡單而又出眾嘅菜式。下一集靠山食山，湘菜中嘅山味由眼球引進舌尖。